你知道吗？怎么，只要你给教会食飯食好變漲？看吧，我就說是真消息吧。上一集嘅食物問題，你諗到解決方法未啊？而家我哋食物真係冇幾多咯。當然，我早就找到合適的作物並且種好了，今天正好成熟。就係佢？對啊，呢隻嘢邊度合適啊？你試過咩？沒有。咁你點知佢係合適嘅作物啊？因為我看了阿吹的這個視頻，裡面對前期的食物進行了詳細的點評，哪種食物更好，一目了然。新手玩家千萬不要錯過啊！哇，跟度打廣告，條粉仔真係好唔要面喎。等下我哋一齊試食。好，那麼聽我的號令，我們等會一起放進嘴裡，準備吃。仆街，你耍我！味道怎麼樣？如果要你揀嘅話，食起身似糯米糍嘅米田共，同埋食起身似米田共嘅糯米糍，你會揀邊個啊？不是，我在問你話呢，怎麼突然說什麼糯米糍？等一下，你而家明我意思了啩？